喺1785年，亦即係清朝乾隆嘅50年，嚟自廣州嘅3名大清國船員阿成、阿全、阿官受聘上咗一艘柏拉斯號美國商船做水手，船長個名叫做約翰奧唐納。船上面裝滿咗茶葉、瓷器、絲綢等大批貨物，從廣州嘅黃埔港出發，經過半年嘅航行，到達美國馬里蘭州嘅巴爾的摩港口。呢3個廣東人就係最早到達美國嘅華人。根據記載，呢個奧唐納船長將啲貨物賣咗之後，賺咗一大筆錢。連美國嘅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都有幫襯佢買嗰啲大清國嘅瓷器嘅。咁啊，當時呢個奧唐納船長啊，梗係出晒名㗎啦，酒一水啊足夠佢食過世啦。跟住佢都唔行船啊，佢即刻喺巴爾的摩買咗1700英畝嘅土地，喺嗰度結婚定居，仲將佢個莊園改個名叫做 Canton， 嚟到紀念呢次大清國之行。咁啊，短時間內都唔會有返航嘅船噶啦，而滯留喺巴爾的摩呢3個華人船員，咁佢哋只好喺嗰度安頓咗落嚟。佢哋曾經去咗費城生活咗1年，仲喺熱心人嘅幫助下，向當時嘅美國大陸會議遞交過陳情書，尋求幫助。有資料記載，呢3名廣州嘅船員，佢哋等咗好耐都等唔到返去廣州嘅商船，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只好留咗喺美國。根據1830年喺美國嘅人口普查資料記載，歷史上係第一次出現咗3個華人嘅名，咁佢哋好大嘅機率咧都係呢3個嚟自廣州嘅船員噶啦。咁啊自此之後咧，美國同大清國正式通航噶啦。喺1820年到1847年之間，就開始有少數嘅清國人呢就移民去美國，就去美國揾食噶啦。呢個時期大清國嘅皇帝正係道光皇帝，咁啊早期去美國嘅就全部都係男性噶啦。咁啊呢啲去美國打工嘅人呢，就肯定就唔係坐頭等艙噶啦，要喺個艙底度屈半年幾嘅。如果有女性啊，始終就好唔方便。咁啊一路去到1834年，美國商人卡尼兄弟先帶咗一個名叫梅亞芳嘅廣州女仔去到紐約。呢個梅亞芳呢，就係第一個嚟到美國嘅大清國女性啦。咁呢個卡尼兄弟呢，就將呢個梅亞芳連同清朝嘅商品到處巡迴展覽，去展示佢嘅清朝衣着、語言同埋3寸金蓮，吸引咗大批遊客嚟觀賞，收門飛都收到佢手軟啊！咁啊，去到呢個時期呢，除咗勞務輸出之外，亦慢慢都開始有啲清國人呢就去美國讀書啊！喺1847年，第一個清國人去美國留學，就讀耶魯大學。佢個名叫做容宏，廣東香山縣南屏村人，亦即係而家嘅珠海市嘅南屏鎮啊。呢個容宏呢都有啲名氣嘅，咁佢喺耶魯大學讀完書，梗係想翻去改變下大清國噶啦。佢又見過洪秀全啲僆，跟住到後面又有份參與戊戌變法嘅。呢個容宏後嚟仲寫咗本自傳，叫做《西學東漸記》嘅。不過佢呢本書嘅英文名啊，真係個意思同中文啊完全唔同嘅。咁啊，所以早期去美國嘅華人呢，就全部都係廣東佬嚟噶啦。咁所以美國人最早接觸嘅華語就係廣東話。咁啊，最純正嘅粵語啊，梗係廣州城、香港地、澳門街嗰啲啦。咁啊，周邊嗰啲恩平啊、台山啊、潮州啊、客家啊、順德啊嗰啲粵語呢，就會有少少唔同嘅。一般聽慣嘅人一聽就聽得出你係邊度嘅人，咁啊分別就唔係好大嘅，通話就冇問題嘅，大家都可以通話嘅。咁啊，所以嗰陣喺清朝嘅時候呢，接觸西方文化最多嘅就係廣東人。咁你睇下造反嗰啲，全部都廣東人嚟嘅，咩洪秀全啊、戊戌六君子啊、孫中山啊嗰啲，冚唪唥都講粵語嘅。
所以知道呢啲歷史呢，就可以理解點解要打壓粵語。所以你睇下依街上邊做官嘅嗰啲邊有廣東人？就算廣東嘅本土啊，啲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啊，都冇廣東人，都唔俾你廣東人做啦。所以有時睇下歷史啊，理解得到點解嘅。根據資料記載，1848年之前呢，大約有300幾個華人喺美國居住。咁啊，1848年喺加州啊發現金礦，開始咗著名嘅淘金潮啦。美國人透過中華會館喺澳門招聘華工去挖礦，佢哋開出嘅條件都幾好嘅，會幫你墊付船飛、伙食費，仲要俾一筆安家費你，然後會同你簽份契約。咁當時嘅廣東啊真係好窮嘅，咁啊再加上當時晚清嘅嗰個政局又動盪又亂。咁好多人啊，寧願，與其喺度餓死，咁不如出去搏下啦。咁冇理咁多啦，攞咗筆安家費先啦，起碼屋企人啊解決溫飽問題先。於是啊，大批嘅廣東人啊選擇漂洋過海賣豬仔去舊金山掘金。咁啊，其實呢個時候呢，仲係叫做金山，就未叫舊金山嘅。去到後嚟喺澳洲嘅墨爾本又發現咗金礦。咁澳洲嗰度咧就叫做新金山，咁啊之後咧三藩市先至由金山啊改稱舊金山嘅。去到1860年，在美嘅華人咧就達到35000人嘅。呢個時期赴美嘅廣東人咧主要就係4邑人啦，開平啦、恩平啦、台山啦、新會啊，佢哋各自嘅粵語嘅口音都有少少唔同嘅。冇辦法啦，當時嘅大清國啊，真係好窮啊，年年餓死人啊。咁啊，舊金山 San Francisco， 依家嘅中文譯音呢係聖弗朗西斯科。三藩市其實係廣東話譯音嚟嘅。San Francisco 呢個 San Fran 叫下咪三藩市啦。咁啊，其實 San Francisco 佢嘅原文呢就係西班牙文嚟嘅。因為西班牙咧就係天主教國家，天主教咧就將啲有傑出貢獻嘅傳教士咧或者修女啊咁死咗之後咧就會將佢封為聖人嘅。凡係呢啲聖乜乜聖乜乜嘅地方名咧，都係以天主教嘅某個聖人個名嚟到命名嘅。好似聖保羅咁，聖保羅個保羅咪就係天主教入邊嘅其中一個聖人咯，封咗聖嘅聖人咯。佢係耶穌嘅12門徒之一嚟噶嘛。聖弗朗西斯科就係天主教方濟會嘅創始人亞西西嘅方濟各個名嚟嘅。咁啊喺1848年到1868年嘅呢個淘金潮裏邊咧，呢啲華工啊，佢哋總共為加州嘅政府咧就繳納咗最少都$500萬嘅稅金。所以今時今日加州發展得咁好呢，呢啲廣東嘅華人係有一定嘅貢獻。去到1862年，美國要修建一條從奧馬哈到三藩市嘅鐵路。咁啊，由於當時咧就啱啱廢除黑奴，嗰啲白人呢又做唔到咁辛苦嘅工作，導致呢條嘅鐵路嘅進度係相當緩慢。去到1865年，決定招募刻苦耐勞嘅華工。咁啊，於是大批喺加州嘅華工咧，就紛紛加入呢個基建嘅隊伍啦。同時又喺廣東再招募華工。咁啊，當時呢條鐵路嘅基建隊伍咧，就去到15000幾人嘅，95% 都係華人嚟嘅。時間去到1868年，當時嘅美國政府同清政府咧，就簽訂咗一條中美續增條約同埋蒲安臣條約。呢條係平等條約，係美國同清國兩國嘅民眾可以自由去到對方嘅國家旅行同埋長期居住嘅條約，給予清國移民嘅最惠國國民待遇。一直去到1874年呢，生活喺美國嘅華人就已經達到咗63000人。喺嗰個時候，赴美嘅華人為美國嘅西部大開發做出咗重大嘅貢獻嘅。除咗鐵路之外呢，工廠啊、農田啊、
餐館啊同埋其他小商業呢，都會睇到華人嘅身影嘅。而當時嘅華人呢，一個月就揾30零蚊美金到啦，咁啊遠低於白人嘅薪酬嘅。但係到咗1870年呢，美國嘅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刻苦耐勞嘅華工呢就受到白人嘅排斥，一堆排華法案出台，暫停咗華人移民美國嘅通道。1875年嘅佩奇法案禁止廉價勞工同埋不道德嘅亞裔婦女進入美國。當時進入美國嘅有唔少中國女性係從事色情事業嘅，遭到咗白人嘅聲討。呢個法案嘅執行唔單止清除咗喺美國嘅華人女性，仲阻止咗清國女性進入美國。1880年喺美國生活嘅華人呢，大概係10.5萬人啦，主要居住喺西岸。暫停咗華人移民之後，衍生咗偷渡同埋人口走私。喺1906年嘅舊金山發生咗大地震，市政府嘅官方檔案被一把火燒晒。咁啊，當時好多冇身份嘅華人呢，就借住呢個機會就聲稱自己喺美國出世，從而攞到咗補發嘅出生證明同埋美國公民身份。咁啊，華人係好知慳識儉嘅。有部分嘅華人呢，節衣縮食，死慳死抵就存咗幾千蚊美金。有唔少嘅華人順利衣錦還鄉。嗰陣喺廣東咪出現咗一啲金山阿伯咯，咪就係嗰啲衣錦還鄉嘅華人咯。喺1869年鐵路竣工之後，選擇回鄉嘅大多係喺屋企本身就有老婆仔女嗰啲。而嗰啲單身賣豬仔去美國嘅華人呢，仍然選擇逗留喺美國。佢哋寧願受歧視做二等公民，都唔願意返去清國。其實睇返轉頭，當時選擇留喺美國嘅都係屬於幸運兒。佢哋有好多喺後期都做晒富豪啦。而選擇回鄉嗰啲，又要經歷軍閥混戰，又要經歷二戰文革，所以有時人啊，兩者傷害取其輕嘅。喺1888年嘅加州，清朝光緒14年嘅時候，美洲中華中學校喺舊金山成立。呢間係最具代表性嘅中文學校。當時呢間學校係面向華人為主嘅，採用嘅係粵語教學。其實唔止一間嘅，仲有好多其他嘅中文學校。只不過呢間美洲中華中學校呢個名氣係比較大。去到1943年，宋美齡訪美，美國國會先至廢除咗持續半個世紀嘅排華法案。喺呢個時候，在美嘅華人為咗爭取平等權利，喺二戰期間積極參軍。喺美國援華嘅空軍裏面，就有1500幾個講廣東話嘅華裔士兵。佢哋好多都係19世紀赴美淘金、修鐵路嘅華工後代。而真正大幅度增加華人入美呢，係1970年嘅時期。廣東人、香港人、澳門人就佔大多數，一直去到近10幾20年，國語人群先至大幅度增加。舊金山喺2019年到2020年間，統計亞裔居民287000次嘅非英語類通話，使用粵語對話佔43.6%，而其他華語、國語、四川話、閩南話等總共只有4.1%。2025年嘅3月5號，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布行政命令，正式將英語定為美國官方語言，即係話英語係立法、法規、行政命令、條約、聯邦法院裁決同埋所有其他官方聲明嘅主要語言。其實一直以嚟，英語都係美國嘅官方語言㗎啦，只不過呢，今次就係正式寫入憲法裏邊。美國係一個多元又包容嘅地方。現時嘅美國有430幾種語言，使用量排第一嘅當然係英文啦，大約有2.3億人。排第二嘅係西班牙文，有4000萬人，而排喺第三嘅就係中文，大概係337萬人到啦。其中粵語就佔咗200萬人。其實按照而家呢個情況發展落去呢，喺中國粵語消失只係時間嘅問題。
你隨便喺廣州街頭揾啲小學生啊、初中生啊，你同佢傾兩句呢，你就知噶啦。佢哋好多已經係唔講粵語嘅，因為學校啲老師呢係會灌輸啲學生平時生活都要講普通話。香港都好難幸免噶啦，依家大量嘅內地人輸入去香港，慢慢啊溫水煮青蛙，溝下周街都普通話噶啦。咁啊，所以希望呢，喺美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啊、馬來西亞嗰啲粵語人群呢，就將粵語一代一代咁傳承落去，唔好俾佢消失。因為喺嗰啲多元嘅國家呢，佢哋唔會去消滅某一種語言或者係文化。英國統治咗香港100年，以前嘅香港都係英文教學噶，並冇去淘汰廣東話。一個正常學習能力嘅人類，學3、4種語言係一啲問題都冇嘅。OK，今日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